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5月3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9篇，出埃及记第40章16到38节，使徒行传16章35到4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云彩笼罩。在旧约圣经里面，以色列人被告诫不能直接看到上帝，否则就会像乌撒一样。也因为如此，在记载当中，上帝的临在有许多不同的形式。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亚伯拉罕在家里面看到3位代表三一上帝的使者。挪亚是非常清楚地听到上帝的声音。摩西初次见到上帝是在燃烧的荆棘当中，这个焚而不毁的现象。出埃及的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，上帝与他们同行。晚上呢，上帝用火柱，白天以云柱带领保守。在西乃山下的时候，上帝用云来覆盖西乃山，并且以雷声代表他的临在跟说话。当所罗门王他的圣殿落成献堂感恩礼拜当中，上帝以云彩充满圣殿来代表他的临在。耶稣基督升天的记载当中，我们看到了也有一朵云彩把它接走。云彩在圣经里面代表上帝的临在，代表了上帝的保守。出埃及记第40章16到38节记载了会幕的情形，如同圣殿献堂的时候一样，上帝的云彩就笼罩了整个圣幕。这个云彩呢，代表了上帝的荣耀。圣经说，那时候云彩笼罩圣幕，上帝的荣耀充满了圣幕。摩西不能进入圣幕，因为云彩停在圣幕上。上主的荣耀充满幕内，每逢云彩从圣幕升上去，以色列人就拔营上路。云彩一停住，他们就安营不动。在他们全部的旅程当中，白天他们看见上主的云彩在圣幕上，夜间看见云中有火燃烧着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摩西以及以色列人都按照上帝的吩咐做了，所以上帝就亲自临在了，透过云彩来保守以色列人。云彩帮助这个烈阳底下的人不至于受到阳光的伤害，这是遮蔽的概念，这就是保守。我们从乌克兰的战争的角度来看，我们知道坦克车它如果一旦被锁定，要脱离炮弹的锁定，就必须要释放烟幕让这个敌人看不到它，以便逃避。这也是云彩的这样的概念。这样的保守概念至今仍是一样，可是在旧约早就这样子的应许跟实践了。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，我们就从出埃及记40章16节看到33节。经文说，这一切摩西都依照上主的吩咐的话做了。于是他们离开埃及后第2年正月初1，支搭圣幕。摩西安设幕座，
立起骨架，穿上横木，立下柱子。他把圣幕的木顶盖上，上面又有外顶盖。这一切都依照上主吩咐摩西的话做了。随后，他把2块法板放在约柜里，又把杆子穿过约柜的环子，上面安放了盖柜，柜的盖子，然后把约柜安置在圣幕中，挂起帐幕来遮住约柜。这是依照上主吩咐摩西的话做的。摩西把供饼桌搬进了圣幕，放在圣幕的北边，在帐幔外面又有桌子放在献给上帝的供饼。这是依照上主吩咐摩西的话做的。他把灯台放在圣幕的南边，跟供饼桌相对，又在上主面前点灯。这是依照上主吩咐摩西的话做的。他把金坛放在圣幕里，在帐幕面前，在坛上烧芬芳的香。这是依照上主吩咐摩西的话做的。他在圣幕的进口挂上门帘，在门帘前安放烧化祭的祭坛，然后在祭坛上献烧化祭和素祭。这是依照上主吩咐摩西的话做的。他把洗涤盘放在圣幕和祭坛之间，盆里盛满了水。摩西、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们在圣幕走进祭坛时，用这盆里的水洗手、洗脚。这是依照上主吩咐摩西的话做的。摩西在圣幕和祭坛四周立起围栏，作为院子，并且在进口挂上院子的门帘，这样他完成了一切的工作。这一段经文记载了圣幕是怎么样做的。那很多人喜欢把这一段经文的焦点放在这些物品怎么放、怎么做，但是牧师认为这个很重要，但是并不是这一段经文的重点。重点是在那一句一直重复的话，就是上帝要摩西他怎么的放。所以整段的经文里面出现了8次，这是依照上主吩咐摩西的话做的。可见顺服上帝的吩咐而行，在这一段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不是因为摩西想要怎么放就怎么放，也因为摩西跟以色列人的顺服，上帝就喜悦的临在他们当中。保罗和希拉2个人，他们在腓立比传福音，却因为他们非常忠心的传福音，而且很有上帝的能力，他们就被陷害了，下在监狱里面。不但是下在监狱里面，他们受到不公义的对待。这是我们在昨天主日信息当中所提到的事情。后来因为上帝的临在，发生了地震，监狱的门打开了，但是保罗和希拉却持守自己的界限这个就是所谓的伦理自觉。他们没有借机逃走，为了留下好的见证，并将这个可以传得救的福音给狱卒。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的临在并不一定以云彩来代表他的临在，但是云彩是一种方式，而且在圣经的记载非常的多。
但是在保罗和希拉被下在监的这个情况来看，上帝以地震来表达他的权柄与同在，也让这个管理保罗监狱的长官决定要释放保罗跟希拉他们。诗篇29篇，上帝的众子啊，你们要歌颂上主，你们要颂赞他的荣耀和大能，你们要歌颂上主荣耀的尊名，你们要敬拜神圣威严的上主。上主的声音传遍海洋，荣耀的上帝发出雷声，他的声音遍响大洋。上主的声音大有能力，他的声音满有威严。上主的声音震断了香柏树，连黎巴嫩的香柏树也震断了。他使黎巴嫩的群山像小牛跳跃，使黑门山像野牛蹦跳。上主的声音使雷电闪耀，他的声音震撼旷野，他摇动了加底斯的荒漠。上主的声音震撼橡树，使树木的叶子脱落。在他的圣幕里，人人欢呼，愿荣耀归于上主。上主管理洪水，他永远作王统治。上主赐力量给他的子民，上主赐平安给他的子民。感谢上帝与我们同在，时刻保守，日日看顾。在我们面对许多艰难的事情的时候，保守看顾我们。感谢耶稣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